现代人晚结婚就较晚生，致使高龄产妇的人有增加。因为年岁嘛有增加，所以伫子宫内底肌瘤的比率就较悬。根据统计，咱国内40岁以上的妇人人有子宫肌瘤的机会几率是要活5成，算是2个就1个。医生就表示，子宫肌瘤超过3公分，有可能会影响子宫的环境，会造成无好受孕。所以建议有要生囝、要生产计划的妇人人，子宫肌瘤爱处理。我就很开心，其实现在甘之如饴。甲拄满过红婴仔皮较好，拄做妈妈的祖义满面都是欢喜的笑容，因为祖义得到这个囡仔实在真无简单。祖义是40岁的高龄产妇，2001年伊透过人工受孕，不过落尾死体，因为有过第一胎，伊的子宫肌瘤嘛变大到7公分左右。尾仔是用无空喙的手术，用超音波的海扶刀治疗，再过1摆人工受孕，生落来这个囡仔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想要赶快有一个宝宝啦。只是第一胎就是经验不是很 OK， 听到他哭声那一刻，其实我也跟着哭，因为其实很感动的，就是我等他真的等很久。医师表示，亲像祖义这款高龄产妇，佮有子宫肌瘤，要自然卫生较困难。往过要摕子宫肌瘤，通常要破腹，不过海扶刀治疗无空喙，佮会使保留子宫的完整，后关的时间目底，真适合高龄产妇治疗子宫肌瘤。它就是用超音波能量聚焦到子宫肌瘤上面，治疗焦点很高，可是旁边温度不高，到焦点那地方会造成它坏死之后就会萎缩，它不会跟宝宝争营养。医师表示，现代人晚结婚也晚生，女性年岁增加，子宫肌瘤发生的比率也会增加，就较恶有心。医师表示，根据统计，40岁以上的妇女发生子宫肌瘤的比率有活50%，只要肌瘤超过3公分，就会影响子宫的环境。提醒想要生囝的妇女要加注意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